来看国防部公布，昨有34架的中共军机，16架军舰伫台湾的附近。台海局势紧张，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2025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 NDAA， 内容是包括美国国会上济是当动用3亿美金，大约是新台币97亿，来推动台湾安全合作倡议。另外，伫屏东三军联训基地，今仔是继续举行第3天的联勇操演。 空军 IDF 战机、陆军航特部阿帕奇直升机发射海神火箭弹，佮有3孔连炮，展现火力制压，准确拍到靶区。屏东三军联训基地继续进行第3天联勇操演，验证联合作战的效能。同时间，中国继续侵入台湾，国防部公布11归港，计共侦测到34架次的中国军机，16架次的中国军舰伫台海四边活动。 台海局势，国际拢关注。美国联邦众议院11通过的2025年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 NDAA， 内容就包含五角大厦上悬会当动用3亿美金，大约新台币97亿，来推进台湾安全合作倡议，透过提供军备甲关键的作战训练，协助台湾抵挡侵入。The FY25 NDAA reforms acquisition authorities and fosters private sector innovation to speed the fielding of game-changing new technologies that will give us the advantage in a conflict with China. It strengthens our security partnerships with Taiwan and our Pacific allies. Authorizes the Taiwan Security Cooperation Initiative to enable Taiwan to maintain self-defense capabilities. This is a critically important bill, and I urge all my colleagues to support it. 根据了解，台湾安全合作倡议参考乌克兰的模式，让台湾会当直接向美国私人的企业买军备。这个法案爱经过参议院的表决通过，交予拜登签署了后才会生效。原来华府的智库 CSIS 发布的上新的报告指出，台湾强化韧性的拍拼无够，建议美国的特种部队爱扩大甲咱国防部全党署的合作，处理突发的危机。 派遣更多的相关的专业人员跟台湾进行交流，还有培训台湾的韧性人员的战略管理能力，而不是只有技术层面的问题。军事专家表示，台湾会当参考美国甲北约国家的做法，以民防来支援灾害救援、医护等等的防卫任务，来提悬国家面对紧急事态时正常运作甲修好的能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